可能分等哦，咱有这有单调可以再来接待你。所以那个无畏师很少做啊，所以有时候说上天也要家庭也要归给你旁边啊，你嘛是爱加减仔做啦啊，所以三事也要并行啊。第四，自我改进。其实少见不如少见。当时咱的点师，咱的前辈者，咱的领任交代咱药啊的代志。当时我咧无用嘛，因做头路就无用，起来交代代志。如果听了很快就忘掉，因为吸出来，你有可能覆盖掉，甲伊背记起来，所以你也耽误到生事。所以你咧办道的时候一定要积极，将有上面的指令赶快通知，无你念袂记，连做头路，念咪啊迄个来，念咪啊迄个来，真的你会把事情忘掉。刚代志袂记，安尼就耽误了胜数。所以你办的不管是道理的中心，不管是道德为重，你拢爱用足积极的心态去来面对。所以点样书上交代讲正义你点子你交代，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马上记录调配。无当时我咧做头路嘛做无用。前辈者嘛做自己咧，伊嘛知影我做袂成，歹势讲叫我去甲服务。但是我是感觉讲，能够让后学服务，后学做欢喜啦，做容易啦，所以若有来台北，我们都很欢迎当然，而且足侪有修的贤士拢会讲歹势去所以有时候真的有资源，我们可以共享。可以多多的利用，这个利用是好的不要想的太不正面的那被动不如主动，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很被动去渡人。以台湾来讲那点着拢摆着点着有上上大啦但是拢足被动的，咱被动我们的点是一直非真的让我们包括排课程让大家较主动去编排哪些事情要自动出发。所以咱后面讲我们的迄个心拢个不久，所以迄个主动个拢无主动，所以你即四点平下到是爱改进的所在足侪。伊有当时要拜访亲。讲到访亲安尼就到真正很惨。伊台北若要去访亲，拢会电话先联络。你爱着亲戚拢无爱互咱去，为虾米？阮兜足乱的。我迄时要上班，你若要来，我着搁变少。无变少，歹势，搁死底。所以你敢知影？要访亲拢走去巴士都市，拢走去西边买轮骨带有倒安尼坐。所以有当时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很好。然后最近有去把那个就是坤道他是租房主，已经离异了那是后村就后谁再起，结果伊是做2010年的迄个地主真正人迄厝主真正敢若是囡仔。囝仔好照顾的母亲，拄好囥啥？囥一张细顶的单人床，一个迄个衣橱，一个迄个囥桌拄好囥一个电锅，5000块。咧做啥物头路？收一个工。也蛮年轻，我讲你遮少年，哪免做这，再不爱去行头路。你讲我是被那个白老板兴起。现在都很自卑，都不敢走出去。我说这样子怎么样？就是后村一个，他到泰国，就是他的护照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不能够回台湾。但是后村跟雅典是应该把关
翻译啊，那都回到台湾，所以跟他们都有一种救命之恩的缘啊，所以你讲有点去交代，讲爱去甲找的，啊，去甲找都讲，我们今天是来讲我们的正能量没那么强。负能量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啊，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承受啊，所以刚刚他们的心一直都讲的都是负面、负面、负面再负面的啊，不要让去改辅导，我叫来接受佛光普照，你去太多时候，改帮忙，就他回来之后去点到，点到回来就失落了2、3天所以有时候那个。风清真的有些除了你本身那个心态要调整，真的你要很积极的去面对，而且遇到的是坤道，那或许是天道，尤其很多人现在理性排头意识高，你看那公车就是所谓的猥亵啦这些，让人家感受到那种很恐怖的所以人有时候都不清啊，小可去下着讲你搞安怎要甲你过所以有时候真的我们防范所以在道中，立的那个规矩真的很重要，男女要真的授受不亲，分得很清楚。那真的悲伤不如快乐。有时候我们遇到不如意的时候，都会悲从中来，心里会受到伤害。但是人跟人当中都在磨的同时，可能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伤害到自己的心理所以真的我们在悲伤不如快乐，你在做任何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接受一些不如意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你怎么样透过你的智慧把它转变回来，所以你当修得刚刚归到尽快乐。那公平不如你看那手机手大只那么动尾的时阵，你看伊伫个手顶是生机无限的。等后伊动机的离开着迄个手的时阵，再来免偌久就打。所以你讲人若无来受输于治疗，等于那是痛所以刚就是他硬了之后，就离死亡很近。你看那胶你一定的规划翱翔，自由翱翔，很漂亮的，但是挂了需要所以有时候就是刚强，它离了死，不如柔弱，上善若水，到了经里面就讲上善若水。那所以呢，很多例外，它生生不息。所以今天我较早看到迄个花莲咧鬼大咧叫水咧，鬼大咧石头是遐硬用水刀在锯咧鬼大咧石所以真正让我们得到，所以光有。时间都剩下10分钟，那这10分钟或许来作为一个结论其实或许是平凡的一个人都平凡的几个人，因为求道的师生，我们能够加入菩萨的心意行的流度和情怀，布施、借忍辱、精进、传递智慧。那我们解释跟我们开始，为什么佛陀会把6度万行法的布施排在第1位？它是要让我们入门的功入门的功就是布施。那为什么把智慧排到第6位？前面的5位，其实如果你在做这个五步的时候，就是6度的5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智慧，你这些都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布施给人家，然后我们在泰国那个我们的那个领队然后金布施唔惊假回收啦但是你敢知影金布施唔惊假回收？你看咱布施互人，也许你虽然穿着高衫，敢若回收对无？就是讲让人家布施，是讲
真保守物件加卫生。但是咱知影，真正咱若做人去做唔好的代志，我们是免智慧的啊。所以你布施还是要有智慧，那持戒也是要有智慧啊。所以五度为盲后面你真的智慧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你要去明辨的啊。那一切成果，该是一生中修为目的定，修道贵在有形，仙佛观，修道如初，仙佛有形。真正咱看咱一生，有将咱达到的修几十年，我们的成果都是在一生当中修为。刚才讲的，你要真的去度人的生命，还有灵性，你才有功德。如果要助人家的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都算是福德。所以你在修道的过程当中，除了改变自己的脾气毛病、自己的不好的习性、不好的秉性，把它化掉以外，你还是要己利利人，己得他人，你还是要去普度众生。因为这一题三题，我们提的只是一个题，那个天命是三朝的大事。那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去完成。愿不能了然法先法，但是我们常常强调，我们要超生了死。其实除了超生了死以外，脱离了五行八卦这里面的框框以外，你一定要再提升，不能够停留在超生了死这个境界了。你离开人世间，可能还是早穿下凡来，一生一生再来的磨练。当然，这一生有些上面要讲，这一世修一世行啊，一世修真正咱有法度一世修一世行，加班换年来换天遐尔济，咱有法度一笔给它报销，真的要付相当的代价。所以真正咱来奉命行动努力在努力不断的去创出。所以先我跟你们讲，我们修道有我们的突发性，那之后一定没问题。我们已经在差那么1分1秒行菩萨道，那么他必须要真的能够来无为的所做的。《道德经》里面第2章跟我们讲过，其性名，处无为之书我们儒家叫做圣人，佛家叫做佛。其性名，处无为之书，行不言其考。咱爱做的就是讲，你用你行为用以身作则，以咱的身躯做出来的行为所以咱来做，其性名，处无为之书，行不言其教。万不作焉而不行，生而不立，为而不行，讲是为无基，是为无基是以无弃所以有当时就讲，真正咱要做，合法的信念的脚步，咱照样脚步去做，咱就我就达到信念的境地只要咱坚持持之以恒，你一定能够成就你要相信你自己能够成，你一定有法度。咱感觉大家拢有法度，而且咱是过去世前论各种行愿，要来这三无世界，搁普度众生，所以这嘛是咱的使命嘛是咱搁在领了的这个愿来，所以咱甘愿而来，甘愿来，所以咱会甘愿去服务众生这是咱的职责，真正咱来家己看重。那最后，伊就是首诗跟大家来共勉。33天，天外天，有消无外，有神仙，世间不及万人足，只怕万人心不见。这是临床的理论来讲的分析，搞讲的33天。其实咱伊的祖师，伊多一天，多算天多算天。那么多算天，你看。温柔的众生，你咱人的
个世界，你看地球偌济人，你都选天大地仙本，老嘛倒走麻烦，要过来普度众生的，九六缘人，若要讲数字，讲90来亿，哦，啊，所以你敢知影讲，咱即马到几千万尔，后壁佫足济无道的，啊，你即马他们讲的五道，他们都有圣人出现，但是他们现在到底的时候是教为教化人心为上为，哦，但是我们一贯道是把我们救人的性命、救咱人的灵性，这是咱自己的使命，哦，啊，所以你多少天，今仔日咱赶快要来多种办法来帮助着祖师老师尊大菩萨，共同来办这期的三期活动，啊，所以真正真根本是原原则，拢是咱这个人所做啊，只要原原是不变，那时间啊伫咧讲，咱就来听条意见啦吼，啊，大家轻松一点就啊，谈谈处处啦，讲家呢，你那个吼。听好吗？大家心欢喜，来个心声就，你当心文化，以咱这个好人是，咱了解一切。求人好不如求己好，挑错好不如率性好，假设好不如真理好，占有好不如数好，色好不如大体。好，为我写。热切，一直追求好与好高兴要与永远，一个一人的不和谐。
到